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十念大家出万倍新妇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大家若足爱念，一直念，对新妇做的代志，逐项嫌。做新妇的感觉毋管安怎做，拢会放念，规气都放福气。怀直搁较骨力，大家嘛是袂满意。大家甲新妇的问题，是逐处境拢会拄到的。若做大家刚开始就想要甲新妇压落底，无论伊安怎拍拼在做，大家拢会找出欠点来念来嫌。做新妇的当然嘛会结皮皮，记在大家去念去嫌。十念的大家出万倍的新妇嘛就无奇怪。若是讲加替对方想一下，厝内嘛袂规工在吵，做囝做翁的，就毋免搁做就无啊心。厝内气氛若好，逐个人心情自然会轻松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